继续，咱要来关心的是汉光40号演习，今仔日是第2天，总统赖清德是穿军服，早起去到花莲的基地来视察。另外，咱的国军3大战机本来是透早要飞去咧操演，也毋过因为这个风台的影响，所以转成取消。也那地面的演练是照常来进行，模拟战备跑道，让战机会当顺利运作，来维持空中的兵力。 今仔日是汉光演习的第2天，咱的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去甲视察，这是伊就任了后第1摆来参加汉光演习。赖总统第一站是去到负责战力保存的嘉山基地，这基地咧也来展示指挥机制的运作。也毋过换上2000的战机是互拖去机库来防灾，无看到 F-16B 甲 IDF 这个建国号的影子。这个国军3大主力的战机。 原本是7月23要进行空中的操演，也毋过今年呢是因为风台的关系，所以暂时取消。国防部表示讲，这风险的管理就是上大的考量。